非常高兴的，我们聚会在这里，我们非常开心的要把耶稣说的善良赐给你们，就是要在听众的这个上帝的真道，就是要无说的教训的。今天就是要无说的大事来到你的家，并且我们在一起听第九课的教导，我把耶稣说的善良赐福给你们，你们耶稣说就是把有你们在听众的时候这个就通过这个教训，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处啊。今天的教训就是我们要一起要证明一下，就是要说这个名字是真的。但是缺那个耶稣这个名字或者是耶稣都是假的，那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按照那个上证的来证明一下。就是你们有听到这个教训的时候那我就强调一下就是你们不需要反对，应该要转过来回到要无说这边的，不需要模仿。就是如果要模仿的话，就是要加的最一档，不需要再这样做的。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师西家，今天就是来到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第十课的教训的。对了，我们就是今天的教训就是就是第十课的教训，我们马上就看到上帝的真道，说是关于要无说大事是为什么要无说的大事一直说是要无说，不说别的名字，因为就是这位要无说大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亲爱的父亲所生的，就是这位我的生父亲就是差要无说来的，要无说就是通过爱来拯救这个世界，因为他来的就是我拯救其实就是父亲也法也可以拯救因为所有的所有的拯救都是来自他那里。假如说要拯救一个人的必须要通过要无说就是说拯救者就是本来就是来自父也法那里，然后通过要无说有要无说来进行这一切。那我们就是要看那个上帝的真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21节，我们就是到21节来看一下我们奉有说的名字来念你可以一边看屏幕一边听。他将要生了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要无说。我这边就是说的要无说，因为这个是真理，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这位要无说，他就是要救人出来，就是父也法的百姓和要无说的百姓，就是这边写的是很清楚，就是叫人不要再犯罪，他只要被救出来，他就不再犯罪，然后他是个完全，因为不完全的人就不可以进天上殿的。这位拯救者就是他给他赐名的，就是要无说，这个就是亚法，就是拯救。这边写的是很清楚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就是再强调一下，再强调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已经说过了，我们要知道要无说的真道，那除了这个以外都是假的。这位要无说就宣布他要代替他的父亲的名字。这边是要无说他自己宣布根据约翰福音的第14章
所以亚乌说的名字，这个是个资本法律，就是亚乌说的名字，就是代替他的父亲的名字。为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也错了。这位耶和华的名字也错了，那耶稣的名字也错了，因为耶稣是比耶和华所生的。我们刚才的说是耶和华是错了，那这位耶稣啊，他一错了，就别照着蘑菇所做的来做。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是错了，却亚乌说和耶稣是唯一是一体的，别讲的。你们应该要得罪却一直都要跟随魔鬼，魔鬼都已经几千年的有折磨你们，杀害你们，不需要再跟着魔鬼。我不在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我要去你那里。神父既能保说他们，你的名所赐给我吧，他们为一体，成为一体就是你所赐给你的名字，亚父的名字，就是赐给亚乌说，假如说你的名就是拉库登里呢，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叫约翰的拉库登里呢。那父上帝的名字也是如此，因为必须要代替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名，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经文的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父亲的亚法就是这个都是可以都是他的名字。亚法和我们在出埃及记都看到第2章，因为这个不是连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在耶利米书。应该是在耶利米书不是耶利米书，应该是以赛亚书这里。你们当依靠亚法，直到永远的，因为亚法是永久的。本是我们来用希伯来圣经的来阅读一下以赛亚书第26章第4，你们都能看得清楚亚法的名字记在上面。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好像没对呀，在这儿呢。这个就在希伯来说，我们把它解读一下我们都看到了亚法的名字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亚法的名字这个就是那个这边就是这个就是然后这个就是亚法，因为他们那个读法是从右边到左边的，就是那个那个排列那个序列就是从左边到右边的。然后就是我们要念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亚法我们再证明一下，就是就是通过那个刚才那个经文如果我们在这边，这就是那个然后就是亚法，我们把它写在上面吧。
这个我都已经教育过，等于说我再调整一下，为了教你们要除掉你们的罪，不能太随便要记这个名字。这个就是那个亚，然后就是这边是亚法，这一切都在那个以前的教导已经教育过。那就是这个亚耶法这个名字真的存在，别以为这个亚耶法的名字没有存在，真的有存在。这个就是亚法。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读那个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用希伯来书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我们都能看得清楚父亲亚耶法的名字是亚耶法。恐怕有人说这个不是他的名字，我们都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亚耶法。然后就是这个他那个儿子按照那个圣经所说的，就是把他的名字赐给他就是按照那个圣经所说的不是以赛亚，是约翰的因为我想说的很多，所以有点乱的。我们约翰福音第17章第11节对了，在这里就说神父求你以你所赐给的名保守他们就是这个儿子，就是他神父的名字赐给他，那就是那现在就是清楚了。那个名字要赐给他，那我们我把这个要写下来，然后就是按照那个圣经所说的，他是带父亲的名字，我们用这个蓝色的笔来写一下我们来写有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叫读的时候就是亚胡说的名字必须要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是法律所说的，他要带父亲的名字，就是那个亚耶法，他要代替这个这就是那个这个给你们已经讲过了，要读的时候应该是或者是如果你们能记起来的话，或者是那个技术业务，或者如果能记的话，就是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应该是或者是或者是等于说我们通过那个摩西的五经的时候，他们就是读的时候，就是他们读的是而不是我们再记住应该是或者是他是代替父亲的名字。那这个有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希伯来字，就这个上帝的儿子名字就是这个有的和我对你们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要记住，他有带父的名字，他的名字必须有这个字，我们把它记下来，因为亚胡说的名字必须有这个，我们就把它他就是有他有带父的名字，我们再写。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代替父亲的名字，然后我们写红色的，这就是那个字，他代替父亲的名字，所以必须有这个。我相信的，你在家的时候就能了解。这个我都把这个希伯来字这个红色的必须有存在。就是有的和
我们就不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我相信的就是没有人在那反对呀，因为就是要胡说的大师在教育这个教训的时候人家都在模仿。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教训都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就是要胡说的大师开始教训的时候他们才来模仿。因为这个教训就是从1995年的就开始宣布在你们这个地球上，然后就在我们接着讲，然后这个教训的在通过那个网络互联网，然后就是他们来模仿这个教训。现在在互联网都要帮助这个教训。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开始教育这个教训，在互联网都没有这个名字。你们都应该是看到耶稣或者是耶稣，除了这个之外都是没有存在。这个是真相的。但是后来就是有说，但是要胡说的名字没有存在在你们的互联网上面的。因为也说这个名字也是耶稣，这个耶稣是一说就变成了一说是自杀是等等，都是没有解脱你们的罪，他们都是唯一体啊。我在这里都已经说过了，只要向那个耶稣敬拜，都向耶稣呀敬拜。我今天我把这一切给你们教育都是你向这个耶稣敬拜，向他敬拜，都是要敬拜人力。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黑板打开。为了教我们的容易能够了解这个教训，我们就慢慢来。我们就是用的黄色的笔来写，我们写有的，然后就是黑这个就是要胡说的名字，在开头就是有的和也这个就是父亲的名字，我们要把这个就是父亲的名字根据我们刚才念的法律，然后要胡说就说了，要胡说就说是摩西有指着我写的话，因为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个拯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才就是就是要带这个拯救，就是上帝父亲的有的和带着拯救，因为他带着父亲的名字。那这个拯救这个字我们在哪里能看得到？我们把它擦掉了，恐怕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就看到不清楚。那要我说是怎么说呢？因为上帝父亲的要带这个拯救，因为他要将来要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要我说就说过了，如果你们想知道关于我的，你们就要看到摩西所写的话，因为摩西有指着我。那摩西不是摩西的书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46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那你有一点惊讶，你为什么一直说这个摩西？因为这个摩西的名字，他本名的就是摩西，因为他是为
犹大人的带着拯救那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要说希伯来语，却他有带伟大的拯救，那就我们为了尊重他，就给他这个摩西这个名字。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这个是第二个线索，关于耶和华，就是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就说摩西有指着我写的话，只要在这个地球上有存在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你要想知道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要知道一个名字。假如说你要去找一个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你的名字。那在这上面，那上进的就是说，你们要通过模式所写的就是除了耶和华刚才说的我带有父的名字，就是有的和黑。那上帝的话是对这个拯救是怎么说的？他已经说过这个，我们在摩西所写的，就是在民数记第13章第16节。然后我们就用希伯来上经的来念的，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恁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就是以何西亚。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是来念下来看一下那个古老的希伯来的圣经就是摩西要把这个恁的儿子要把他的名字改了，因为他本名的就是何西亚，就是摩西就称了他为约书亚，就是因为这个名就是我们他的本名就是何西亚就是恁的儿子。然后就说摩西就是说是就说在那个希伯来就是犹书，那这个犹书就是何西亚，就这个何西亚就是他们称为是犹书，跟耶和华是不一样的，耶和华跟耶和华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耶和华是何西亚，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再来写一下，就是你要把这个意思耶和华跟这个耶稣这个要翻开，就耶稣就是要引导以色列的民族来到迦南地，就是在那个犹大人的就是犹书，那这个何西亚就是他们称为耶稣，那就何西亚他们就称为耶稣。我们要通过圣经的来查看的，我们来用希伯来圣经的来念下就是在把希伯来语的，就是把第13章第16节，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语，关于这个故事，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翻译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来，艾勒什莫阿勒沙因阿勒辛阿舍沙拉摩西拉图埃茨卡莱茨法克兰耶乌什比nun的以后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经文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已经解释过，就我们要阅读这个英语，这就是摩西所打发苦塔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恁的儿子何撒亚为，就是摩西要所打发，要窥探，就是要检查那个快递啊，这就是摩西就成了恁的儿子何西亚为耶和华。你们都看到那个耶和华何西亚，他就是为耶和华。如果你们不认识他，就是你们常说耶和华，你们所教告的就是何西亚，这就是希伯来语。因为这个就是原本名的，我都是通过希伯来的字母。我们要学一下这个希伯来的字母比如说这个是那么难学的，这个不能学，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页板来学。这个字就是有的，这个开头我们是写是有的这个是有的，我们都已经学过了。然后这个就和我们学过了，这个有的和这个就代替父亲的名字，按照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意义就是拯救，然后这个就法法。就是非法法就是这个就法法然后这个就是 s， 这个后面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们是就是要读就是 if 刷按照这个字就是 if 刷或者是 if 刷，如果我们把这个符号去掉了，就是 if 啥。你们说你要说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符号也去掉了，我们想把它拿下来，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要读这个字，假如说我们把这些符号要去掉了，那要到底是怎么读？应该我们要难读所以就是有那些就是早那个时代，就是有那些不是要改。如果没是这个符号这个就是1 2 V。因为然后就是 S20因为这个都没有那个符号，就是叫 S20，这个没有装S20，然后就是就是说就是我们把这所有的符号要去掉了，那它的名字就是 if 啥，或者有些人就是要说是以啥，我不提这个，因为在这边在中间这个 v 那应该就是 if 啥。假如说那个就是那个摩西说这个拯救他的名就是以啥，按照这个情况，我就慢慢的来教育，我们就不说这个，我们就往前走。如果是以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却那个古老的犹大人有宣布假如说没有这个符号，他们就宣布说
只要我们做一个，我们就把它把它保说，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胡说的大事，你所说的我们真的不明白，因为你刚才说意思，然后就是要的，然后就是然后就是那个上面那个丁。然后就是在那个有这个高，然后就这个是这个好像一个叉子，就是有叉子要翻过来，翻过来，这个就是那个心然后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就是好像那个一个，它是好像看起来。但是不是一个来，我再说一遍，有的和娃娃，是好像一个叉子这翻过来的叉子，然后一个来就是读的念的时候就是确定是有的人的确定是颁布一条法律，这个是怎么念的？我们就是来通过这个来念下这个犹太的字母，他们希伯来人的来念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能看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念的，就是这样念的时候就是这样念的他是这样念的。就是以后说，我把它写在这里，120，然后就是以后说然后这个以后说它就是我们就把它要翻过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截图，这个就是有说，我们把它截图，然后你们再看那个黑板上面可以看到，你们刚才看到那个有说这个有的人的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不说辩对这个话题就不要说辩论，我们想把它裁掉不是裁掉，我们就不说这个然后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120然后20在这个在这里有发，在这里有心，这下面有符号，这边有3个符号，这边有这个字，这里有这个字，就这样了。以后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他们就是念的时候，就是你那边是有这个符号，就是我们按照那个序列来念一下，因为这个给你们已经说过了。假如说我们就是在那就是他们直接写以后说因为这里有个符号然后就是 S20这3个符号就是武术，这个有隔绝。以后说，然后这边有个隔离，以后说念的时候就这样恐怕这个就是念不了，应该就是意思那最后就是应该唱一下。然后那个现代的犹大人的就在那个摩西的五经，因为这个就很古老的
然后就这个何西亚来的时候，就他的名字就是有说这个就成为何西亚，因为他们把这个一改成了鸡。我是用的红色的笔来写，以后书那这个在对那个犹太人的，就是这个犹说的名字，就是带着就是拯救者。那我们再看一遍，恐怕你看到不太清楚这边我们都看到以后说，那这个以后说。那我在这边再写，那这个就叫何西亚，只要像这个有说要敬拜，都说敬拜何西亚，然后这个何西亚这个一改成了鸡，我们用的红色的笔来写，我们就是要写到这里，我来给你们证明的，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乃是何西亚。这个就是要祖玛的加萨的语言就组说，一变成了一，即变成了一，然后这个就是就说。然后这个何西亚，他们就说他是以后说，不是要后说。我们就要过了以后就一起看到，我们要把它写的清楚一点。我书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也是何西亚，他上面是有说，为了这个就是要胡说的大事，都说这个何西亚就是何西亚，我们来念下这个希伯来的圣经你们就看一下那个何西亚书的。以书亚书的都是我们都看到，何西亚就是叫做是就是这个有说，他就是何西亚，这个我就是刚才给你们教育过，我相信的你们都能听明白，就是何西亚，就是有后说，就是有说就说。只要你要向他敬拜，像有说敬拜，就是要敬拜何西亚。其实就是你们的要翻译的时候，就是要乱翻译因为他不能代替父亲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只能叫何西有说，你们都要叫他有说。就说就是叫做是要说，那这个就是要叫我要胡说的，但是我所拜的上帝不是有说，因为他是丰人的他是个人，像你们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没有这个字，因为这边的字就是有说，这个就是门的儿子。就是我们刚到那个刚才看到就是在民数记第13章第16节。就是我们能看到你们所做的所谓，这个何西亚，你们就称为有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的古代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成了人的儿子，何西亚为有说。
你们都看到，就是嫩的儿子，他叫有说，就是摩西所改的名字，在那个英语就是拯救啊。哎，对了。他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他们说要念这个时候，就是以后说，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以后说这个名字就是嫩的儿子，你们都看得清楚一点了。以后说他就是成为后斯亚，就是后斯亚就是叫做就说就。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拯救者。去等时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耶和华是个假名字，那这个耶和华就是个拯救者，意思就是拯救者。那就是有说，那这个后斯亚亲生的带这个拯救的这个地球，按照圣经所写的，他说这个是他说耶和华，他意思就是是主是拯救者，摩西所打发，就是说这个耶和华，他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就有说就是在那个马达加斯加的是叫他就说，那这位就是主是个拯救，就主是拯救者。就是说那个摩西的摩西的继承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已经看到，以后说他就是后斯亚，就是后斯亚和有说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所以不能分开，只要你们想有说敬拜，都是要向后斯亚敬拜那么为了这个呀，我说的但是一直强调，就是没有这个也有说因为大的真的名字就是有说或者是后斯亚那我真相就是后斯亚的名字，他的真名字就是这个有说，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假的。我这边要用这个白色的笔，要把它画，这个是错了。对了，没有这个名词不存在，因为摩西所打发这位。他的名就是有说，那我们把这个错误的名字都要把它去掉了，那这个我们把它留下来了，就是后斯亚和有说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都看到胡说的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恢复，那么我们就要把这我们不需要的都去掉。我们把这个有说，因为这个是都是个撒谎的，就是你们在后面随便叫这个名字，叫像那个有说要向他敬拜，都是要敬拜后斯亚。那我们在那个YouTube上，在那个互联网上面都看到很多这个假名字，他们都要拜这个耶稣，又说这个名字，都是要拜这个后斯亚。我们都把这个就是要去掉了，这个就是后斯亚的名字在上面。所以这个后斯亚的名字，它就是拯救者。
我们刚才看到，那我们就把这个拯救要写在这边了。这个就是那个拯救者这个就是那个拯救。我们都已经看到他是怎么念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写在这里。这个就是有那个符号，只要这个法也带这个符号，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摩西的无尽的，在把你把150只要这个3个符号就是这个下面就是5，我们要过一会儿就给你们教育这个对他们的犹太人的就是只要这个心有带这个3个符号，我另外要做一个图片，对那个犹太人，这个就是心，在犹太人的语言这个心就是只要带这个符号就是就 SH，只要带这个符号像带这个叉子，好像带这个叉子就是读的念的时候就是心，如果再写个黄色，在这写个黄色的，只要带这个3个符号，这个是怎么回事只要带这个3个符号，这个3个符号要带这个3个符号，就是念的时候就是无或者是语，就是要念的时候就是无或者是语，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要写误到这里来。那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边有那个无，这个就是那个是，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你在对你在看见的时候，这个是我就是要念那个希伯来的时候，就是他要教那个无，因为这个有这个叉子，我又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因为他像那个叉子翻过来，然后在下面有那个3个符号，那这个就是就是又变成了无。如果你们在看到那个电视的时候，就看到这边就是那个希伯来字，我们把它又截图一下，然后我们就要说另外的，我们就是要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要把那个解释要满足了，因为这个就是为你们带着拯救。我们不需要的这个多余的，我们都把多余的都把这一切的都有去掉因为已经写在上面。这个就是要我说说是我带我的名字，带我父的名字，还有要我说是摩西要指着我写的话。那只要我们要看要研究是这位上帝的儿子，就是要通过摩西那里，那我们就把这个我要去掉那我们就是要一起念的，为了把荣耀归于耶和华，我们都把这个是去掉，把这个去掉了，那我们就到那个在摩西的无尽的树。我们都看到有说看到父亲的名字1、2，然后我们要念的时候，为什么就说没有叫也要我说那里就是很简单，因为这个就代替何西亚。
这个是怎么了？这个是代替是谁？就是那个后瑟亚先生，这个就是以和书或者是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注释对了，我们在那个希伯来的语言看到注释就是我们看到经过这个情况，就是就是注释为了这个因为我们就把这个要放进去我们先不要把这个要放进去，因为这个就是有说就说就是拯救者，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对他们的有的人这个就拯救者，就是就是拯救者，因为他来拯救我们，就是为了拯救百姓，那就是就是有说等于以后说，那我们就把它写下来，我们把这个图片又去掉了。因为就是那个有说我们就拯救，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片，我们不需要的我们都把去掉。我就是对你们要慢慢的解释，然后我们在最后就看到原来那个主说的名是怎么这样出来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要接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父的名字，有的和这个名这个字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字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然后就是要看到那个成就这个字因为这个是代替父的名字，那这个就是代替，就是为了主说就不可以代替父亲的名字，因为他不可以他没有代父的名字，但是有说要将来了，他们都是个拯救者，却那时候的主说他不可以代替父的名字，因为他不是说出来的设置，但是他就要去那个以色列的，要叫他们要带去迦南地却有说的名字，却他不带父亲的名字，那他只能叫耶和华，却这个小小的要的，这个就说我在这边写，这个就要代替，他就代表父亲一样，却他不可以代表父亲的名字，因为不是他为全世界而带着拯救，所以他不可以叫做亚胡说，因为那个代表父的名字要将来了，就是这位亚胡说。他的名就是有说，却他这个就拯救者，却他不可以代表父亲的名字，他是没有把他的血流下来在十字架上，他只能带以色列的要带进的迦南地，那他就不可以把这个有写在他的名字上面，要等到亚乌刷，因为亚乌刷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代表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个我们都看到，所以我们不需要要重复写这个义，因为这个义就是代表父亲的名字，就是有的和那后面的是要写什么。我们都看到了，有的和代表父亲的名字，因为有说不是为了全世界带着拯救，那这个名只能
念到这里，那后面就是我们用这个蓝色的笔来写一下。那后面是要写什么？后面就是黑，然后就是我然后就是神，有符号一个在上面，有2个符号写在下面。对了。我们都看到这个，就那个拯救者，你在家的时候要请要关注上帝的儿子名字，就是全民，这就是他的全民的所有的法律都是实行的，因为法律说要听他的，要听他。这个就是有说，这个就拯救。这个是父亲的名字，那要念的时候就是拯救，我们要用这个笔来写。这个我们就是能记住咱们心里就是要我说真的是拯救，就是父亲拯救，这个就是父亲就拯救，就上帝要将来到要拯救，就是父亲所差来的，为了全世界而拯救。我们先你要把这些我记下来。如果你看到那个电视的时候，我希望你都能非常满意。这就是我们的表然后就是拯救，这是有说，我们已经学过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有的要把它留下来。恐怕有说你有说什么，有的和然后就上面那个符号就变成了我，然后这个是好像那个叉子要翻过来的叉子。在最后面就是那个我已经解释过，我们再重复写一遍，我们把所有的都要去掉，就是这个不需要都去掉。那就是我们再重复写一遍，我们再写一遍，我们来写有的黑。Vav， 我稍等一下，错了。有的这个就是父亲的名字，这个就代表那个刚才对你们说的那个一个来，这个就是有代表他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代表着，然后就是这个有代表父亲的名字。这我写得很清，要写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代表父亲的名字，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拯救者，就是有说就说，那他就是我代表要父亲的名字，那这个就那个拯救，我们把这个拯救要写黑。然后就是是下面有3个符号，然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拯救这个就那个拯救。然后那这个就是就是他那个生父亲。你就是那个外国人的身份，所以你都听不清楚，你不懂这个马达加斯的语言，那些翻译者都在对你们在解释过。我用这个法语，这个就是那个拯救者，这是拯救。
那么这个就是父亲对了，那这个就是拯救，拯救，那就是父亲的，就是用的最简单的字，用简单的字。就是父亲的拯救，我们都已经学过了，那就是我们把它写哑法，哑就是拯救，哑就是拯救，这个就是父亲就是拯救，或者是英语就是父亲就是拯救，我都用各种的语言来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截图，然后这个就让我们能记下来，因为等以后就是把这个要一起，如果你要没有能够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关注互联网，因为这个就是然后你就可以重复要看的我把这个要去掉，应该我们要把这个就是那个原图片要拿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表那个表示到底是哪一个是不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表是在哪我们到这里这个那个表就是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不需要把它们就去掉，因为我把那个所有的字都给你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父亲的就拯救着拯救，那么我们就是在一起念下，这个是怎么念的？因为我们都看到那个所有的字都看到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学过了这个字，那我们在一起念的，我们都已经会念的，有的和黑无心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念念的时候就是呀。这个我们已经学过了，呀，然后就是还是然后就是 s u 就这样我们再把它写上去，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边再写数那这个就是你的拯救，这个名是一个但是我们把永远的荣耀归给他，这个是他但是跟别的名词不一样，然后说这个是为了为你拯救就为了全世界拯救这就是要我说大师所讲到给你们。那这个就是我相信的，你们都能看得清楚，那个拯救就是他。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那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耶稣是错的。我们在关注在看的时候，那个耶稣这个名字是我们在哪里查出来？这个耶稣的名字不存在，因为救恩是从犹大人出来的，那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字，那有写的说是这样写的，
那这个耶稣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耶和华的名字从这边出来，我这个耶和华都是何西亚，所以你要向耶和华有敬拜，都是向耶和西亚敬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了，他也是个疯人。那我们就是要继续要讲下去，因为你们都能够了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那么我们就是要说什么，就是要接下来的，我们把这一切都要去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了解。那我们就是想问起这个问题，这个有说是怎么来的，就是在那个何下先生的名字要记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错的，所以我们把它加的，把它要去掉了。那就是这个有说就是那个后下的先生，只要你有向有说有敬拜，都是有向后下敬拜。那这个是怎么写的？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就是从有的那从这边都是不对，有的黑我心。这个就是叫做何西亚，这个就是何西亚，就是何西亚有说，或者这个可以，或者是叫做说这个就是那个何西亚，这个耶和说，这个叫耶和说，我再说一遍，耶和说这个就是有说他不是别人的，但是何西亚跟那个上面相反，你们不可以把这个要相比，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名字，就是以色列的以路黑。那这个就是个人类，只要你们向他有敬拜，都需要敬拜耶稣，因为只要向他有敬拜。那这个就是何西亚先生的在发育的，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上的都是这个耶和华，这个不是别人的，他就是何西亚，我给你们已经解释过了。那如果你们不太清楚的话，我再说一遍，这个就是何西亚，就是那个他们的犹大人的来写的，就是犹大人的发音，犹大人的发音就是耶和华就是拯救，都是说这个耶和华都是耶和华的名字，只要你要掌握在耶和华，都是来自耶和华的名字。那你要想一想，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主就是拯救去名字就是错了，只要你要呼叫这个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就是要有，所以只要向那个耶和华敬拜，或者耶和华敬拜，多敬拜何西亚。那我们就要说为什么你们所求告的名字都是错了？我们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我们把它去掉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耶和华
要写上去啊。因为有些人说这个就叫做是耶和说，这个就是耶和说。因为这个就是你们呼叫的耶和书啊，这个就是和耶和说就是何西亚形成的，就是等于何西亚，或者是所学对了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却这个耶和说，然后他就说要改成了耶稣。你们在那个以赛亚书所教的耶和说，就是从这个名字要出来的，然后这个耶稣就可变成这个结束。这个结束就要变成了别的名字。你们都看到，真的是个假名字。你们所拜的都是像何撒亚，最恐怖的就是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从这边出来的，是从希腊的名字，所以你们都是没有解脱你们的罪，因为你们应该是要敬拜这个何西亚，或者是敬拜希腊的上帝。你们都看到，你们所敬拜的都是个人类。我们说这个何西亚都是要一个疯人的，你们所敬拜都是个疯人。那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耶稣的名字是希腊的名字。那为什么这个希腊的名字？那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想把它要记下来，然后就是给你们解释一下关于这个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这个我们都已经能记下来了，然后我们再从上面要开始要解释。因为这个我用那些颜色的，所以有变放大一点，我就不太好。我再给你们这个耶稣是怎么来的，而这个是怎么是假的。因为这个是有很多人在问起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一直说这个耶稣这个名是假的？你都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原名的通过那个希伯来的名字，还有那个雅虎书我们都看到是个假的，因为他们都从那个雅虎法或者是那个雅虎都要拿出来。我们要说这个话题，我们在聚会要说这个话题，我们在就是那个雅虎要等嘿，还有一个字，vav然后就是心下面是有三个符号这个就是那个拯救者名字雅胡说，他叫雅胡说，我在原名字雅胡说这个就是他原名字。那我们把那些假名要写下来，这个就是个假名字耶和说，这个就是你们所拜的耶和说。那这个耶和说就是改成了耶和说，然后这个耶和说就是改成了
一说就是那个一说，然后他就是又改了，耶稣，然后就是马达加斯的语言啊，那这个名字就耶稣就从这个后西亚的名字都出来，这一切都是后西亚是个人类，都是后西亚，就是说你们都向后西亚敬拜的，那这个对马达加斯加的人就是结束就是就是用那个马达加斯加的语言的都是这样的，都是你们所拜的。这个是在另外一个最恐怖的，就是根据那个维基百科的，他说这个就是希腊上的上帝啊，这个是跟雅胡说是不同，我们来写下跟不同，跟雅胡说是不同，不可以跟雅胡说混在一起啊。那这个希腊的上帝，然后我们再把它要对比一下，那这个就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让我们能难过。那我们就不说因为他们说就是这个也给通过这个维基百科就是这个耶稣都是通过这个耶稣的名字就是说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用那个希腊的名字读音，这个是错的。然后把这个真正的情况来告诉你们，因为那里有那个民族有那个宙斯，这个宙斯就是希腊的上帝，他在这个然后用不灭的火，然后这个那个希腊就是要呼叫他的时候，就是要叫是苏斯然后那个希腊人的要向他要尊重的话，就是在这个开头要加些那就是那个我用这个蓝色的笔来写，这个就是这个宙斯然后就是改成了耶稣，我们把它要写到这里然后把这个下面要调到这里来，就是耶稣，我们都看到这个只是比较靠近的，这个就是耶稣，然后这个耶稣就是变是耶稣，耶稣变成了耶稣，改成了耶稣。然后这个耶稣改成的耶稣，我们是用的马达加斯的语言，然后你说这个刚才那个耶稣不一样嘛？变成了耶稣，这个写错了，改成了耶稣，这个就是要最后就是改成了耶稣。就这样，耶稣要改成了耶稣和耶稣。那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样的？那这个就耶和华跟那个耶稣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耶稣是希腊的名字。那在这个耶稣是在上面，我们把它拉下去然后就耶稣后面就是写
只要你把这个一改成了七，那把这个与改了五，那就第三数就是继续。我把这一切都有去掉了，你们都看到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因为这个也是你们所求告这个耶稣都是希腊的名字，然后你们就是假装了说这个是从犹大人的语言出来，那这个就是耶稣是，我把这个我去掉了。你们就能看得到耶稣拉丁文就是这个语改成了o，那你要把这个一改成了几，那就是要念的时候就是学习，这是你们的耶稣就是要他们就是要用这个网络，就是要也改成了雅虎说跟了这个就是说耶稣跟耶稣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耶稣我们用马达加的语言就是有耶稣，就是耶稣在马达加斯加语言，你们说这个不是一样吗？就是耶稣这个情况真的有存在，为了这个就是维基百科就是说是从希伯来语出来，就们都明明知道这个希腊的，他们把这个希腊的名字，然后他们要敬拜的时候就最恐怕的就是要敬拜希腊的上帝，结果呢就是没有除掉你们的罪。你们又敬拜人类，又敬拜希腊的上帝因为这个为了这个你们都是没有除掉你们的罪，因为你们所拜的都是假的，有些人都是在敬拜希腊的上帝，有些人都在敬拜赫西亚，那就是有说就是我们有检查的，有查看的说就是希腊的上帝，所以这个耶和说都是赫西亚，你们又敬拜人类，所以你们就赶快离开那里，这个就是个智慧，因为你们都是没有除掉你们的罪，因为你们所拜的都是希腊的上帝，然后你们就假装了说是我们都是要敬拜要说你们有看到他们的假话，他们的手段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然后就说这个是从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懂了，但是我给你们的真正明的，就是聪明的人间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坏，你们要找那个道路，要到永生的道路，那就是这个，就是叫你们不会除掉你们的罪。那我就是那些雅虎说就是模仿这个教训，我们呢是用这个老方法来解释，就是让他们要学会这个希伯来语，因为这个不能随便的讲，因为你们都是用这个希伯来语言的，你们都要走错的路你们的罪都没有除掉，你们要想一下雅虎书。这个耶稣他们也是怎么出来的？那我们通过这个解释，我们就结束了。这些上帝都是假的，我们都看到这个耶稣说都是有个上帝那就是那个上帝是谁？就是雅虎。我们把它强调一下，那。就是他们的这个是不是因为我想就是我想说那个雅乌，因为就是他们从这边要拿要宣布雅虎说，所以他们就是要加这个，
我先把这个也要写好一点了，对。真的不行的，这个没关系，我们也是把它写下来。对了，这样的都写得好。这个我们我们的要写这个符号用绿色的，这个符号。只要这个符号就改成了这个念的方法，这个呀，他们没有改，但是这边就是改了五，对了，就是呀五，然后就是尾句就是这个呀呼，这个就是呀五。因为如果不在这个方法要写这个五，那为了这个就是那个字就要念的时候就是呀呼，我们用别的颜色的来写一下哦。这个我们有点困难的，这个呀，对他们来说，或者他们把这个字改成了呀物，把那个就是那个把这个 h 去掉。因为他们只能写这样的才能叫五他们所拜的上帝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就是他们要呼叫这个，应该中间要写这个 h， 雅虎他的名字应该就是呼，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 h 都不能去掉，那就是有那个 h 飞来飞去所以这个要为这个假名字，叫调高这个名字叫中说世界，然后做那个卡巴了。都是做那些都是要中说是条件，都是那个中说安息日。都是那些中说是条件，如果我们要把它写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要去掉，因为你们都已经明白，那我再把这个要写下来，因为我们必须从右边要写到左边。我们先把它擦掉，然后再重复写，因为这个是刚才写的是太粗的，就是看的不太好看的。这个是有的黑 vav， 像在这里有个符号，嘿，这个有个符号，然后我们在这边写一个 o， 因为这个 vav 加上 o 念的时候就是五，我到这里来写 vav， 这个就是 vav。在西部来的，也就是 vav， 只要你在中间加上一个符号，在这里加上一个符号，就是要念的时候就是五或者是念的就是就这样念的，就是我们要念的时候呀五。雅虎，因为他们的念的时候就是但是在中间的
必须这个孩子不能飞来飞去啊，因为那个四伯来那个四个字啊，就是有的黑娃娃黑，这个就是那个四伯来四个字啊，就是要念的时候呀呼。那这个他们就不管这个孩子，他们不管这个字，他们就把它废去吧，废去。然后就是畏惧就是我们要用的别的颜色吧，呀胡，他们不再写爱词，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中间必须有这个爱词。因为亚乌法这个民族都给你们已经解释过，他们不说这个亚乌法，他们一直坚持说这个亚乌。那这个亚乌啊，因为连那本的希伯来书，他们说这样写成这个亚乌。那这个亚乌啊，在외句他们加上说。我再写，我重复写一遍，在那个希伯来语呀，我有的嘿，这个就是这雅虎在외句在외句加上说，然后就是这个对他们就是雅虎说。这个都是一个缩短的，音乐来阅读的时候就是也念的时候就是雅虎书念的时候就是微虚雅虎书。就是我看的时候看起来是相似的，但是另外就是要代表那个父亲的名字，这就是雅虎，也是假名字，这个就是那个假名字，不知道他们怎么把这个要冒出来的。你们都也看到，就是要求高这个雅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是犹太人没有求高这个名字，因为这个雅虎的就是在那个公元400年的出来，因为在古老那里从前呢就是为或者是我，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为，然后就是无，就是对你写博士就是我给你是古老的希伯来的4个字母，因为我给你们都是古老的希伯来字，那你们说这个是你们怎么能找出来的？那这个不是我有自己说的。音乐都是那我就那考古学家都是这样说的，那这个就没有那个上帝叫做这个雅虎我们通过那个希伯来的圣经都是雅法，没有这个雅虎。那只要就是要叫做这个雅虎书或者叫这个雅虎。当他们都在中受世界，却他们都是个最大的国家，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也就是他们随便起这个名字，他们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除掉他们的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很难说的，都是要做坏事做一个真的，因为那个你们这个是通过这个世界因为这个都给他们不给他们中说的，却他们有中说，在启示录第2章第6节，就是他们的要有继承是犹太人的，却是撒旦的议会的人。
我把这个所有的教训的都给你们宣布，你们要为了让你们认识你们所拜的上帝是谁，那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要拜的是哪位上帝，那就是要说要把用你们。那我们这个教训的都已经很长了，那就是我们的不要把那个问题要加入在里面的，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要接受那些问题，然后就是关于这些问题，那个全世界如果要想涨价的话，你就可以涨价。只要你有想去听上电的，你就可以来问的。因为这个拯救要跟着耶稣说的大事西点，耶稣说我们的教导就是到这里。那耶稣说把有你们那技术员，我们要写一壶，然后我们就接待那些问题，就是关于那个罪孽和那个所拜的上帝，耶稣说把有你们。